立冬24節氣第19個節氣，代表冬季開始，萬物進入休養收藏階段，人體陽氣逐漸內收，新陳代謝趨緩。傳統中醫強調春生夏長，秋收冬藏，立冬後養生關鍵在於藏，以保護陽氣，滋養陰精，為健康打下基礎。立冬是身體進入休養生息轉折點，透過溫和補益，調整作息與動靜平衡，不單只能夠抵禦寒冬，更能為春季的煥發積累能量。順應自然，以藏為本，便是冬日最好的養生智慧。